早餐、中餐、晚餐，边嚼边看谁胡乱。什么叫灾难？我的薪水才叫灾难。公事排满满，请假更困难。没理屈申诉，违法扣薪罚款。人生学习20年，接着做够40年，这辈子还会剩几年？不想上班，只想上床，能懒就懒，能躺就躺。其实根本没有一定要由我来站岗。不想上班，只想上床，去几万出卖时光。这个位置这么重要，薪水怎么不涨？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，讯息规定不能关。什么叫麻烦？愧对良心才叫麻烦。1小时加班，帮忙钱不算，社会却认为陋习也该习惯。人生学习20年，接着做够40年，这辈子还会剩几年？不想上班，只想上床，能懒就懒，能躺就躺。其实根本没有一定要由我来站岗。不想上班，只想上床，去几万出卖时光。这个位置这么重要，薪水怎么不涨？奴性那么强，真的跟不上。明明那些讽刺文章留言总有人播放，为什么不抵抗？为什么就这样抱着资本的大染缸举手投降？老子不干，这次不让。